栋大楼透早发生火灾，有3个人死亡，包括厝主后生甲越南籍移工，详细原因还阁需要调查。嘉义民和国中野球队伫国道出车祸，司机就是因的教练。即马嘉义县甲台南市府拢要求教练袂使兼司机。台湾人若放弃台湾籍，要开户就要符合3种条件。陆委会强调，即马就是互审查的标准会当愈来愈明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8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高雄林园中门路一栋大楼，今仔日天要光的时阵，熊熊大火烧起来。这消防人员把火拍花了后，刷伫2楼发现3具大体。初步确认，这其中一个是厝主的后生，另外一对男女是来洗厝的越南籍的移工。即马详细原因是还阁需要调查。大火拄拍花，消防人员用推柴火势，就随进入火场敲找是毋是有人受困。结果伫2楼找到2个查甫，一个查某已经无喘气心跳。有大楼住户讲，伊听到消防车一直叫，拍开窗仔才知影火烧厝啊。甲后生2人赶紧对楼顶撞落来，甲打也个皮喘。危险的哦，你唔知哦，你怎么看好？你看那脚哦，拍袂有啊。啊，这大了一个这边个叫入来，叫出来好啊，加条好啊。现场是有发现3位，3位啊，另外2位他有可能是怎么样？是找不到还是？有可能是外出，那我们还在跟中介联络。林园中门路这栋10楼高的大楼，早起4点外熊熊火烧。消防局讲，客户顶管下的厝骹有4个人，经过确认，有2个厝骹无伫厝逃过一劫。这摆意外拢总造成3人死亡，其中有1男1女是来洗厝洗伫咧2楼的越南籍移工。另外一个死者经过厝主的确认，是伊的后生，今年38岁，平常时住伫咧3楼，可能是火烧厝的时阵要逃命，结果走不出来。要定落来2楼啊，2楼火遮大，楼骹直烧，伊可能秘咧处罚。关于倒火原因，消防局表示，佫需要等待进一步的调查。但因为有住户指控，姓王的厝主将顶下骹做铁门扎起来，当作店面走出去，若是违建，也对住户的安全造成威胁。对此，干部局表示，因为接到民众检举，经过调查确认是违建，将会赶紧照规定进行拆除。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仓报道。再来关心的是嘉义县民和国中野球队呢，顶礼拜5伫国道出车祸，拢总有7个学生都有伤。迄当阵因的司机就是因的教练，嘛互人看到这基层体育运动的问题。即马嘉义县甲台南市政府是要求，不管是比赛也是训练，这教练拢袂使过来兼司机。高工局电眼翕到车祸熊熊烧浪的画面，紧是想我车头前明明有车煞无减速，直接弄起嚟，叫学生对闸风玻璃遮落出来。这意外发生伫咧这个月15，嘉义县滨河国中棒球队要去高雄立体棒球场异地训练，会场煞发生严重车祸。赛车的是姓柯的教练，车内7个学生拢受伤，教练验做驾驶的问题，嘛铺上台面。外县市一天大概可能1万跑不掉，那我们又蛮常到台东去比赛啊，比赛一出去就可能是3天5天，那是不是希望县府那边如果可以的话，每一趟都可以全额补助？那未来我们来研究看看，是不是未来要请专业的车子啊，包括那未来在很多异地训练里面，那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处理。其实顶个月初10，嘉义县中和国中棒球队嘛同款发生车祸意外，同款拢是校长兼弄精，因此嘉义县甲台南市拢下令以后，体育团队教练袂使兼做司机，改请专业司机来接送。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也会媒合这个游览车公司跟学校来做一个这个合约。游览车一定需要经费问题，对，那这个方面可能就要看学校有没有这个经费可以去补助球队出外比赛，不只有棒球队啦。有办法去帮忙支出，那教练才不用自己身兼多职。目前滨河国中7个学生拢是意识清醒，但教练送去嘉义基比病院，伫家护病房，生命正常稳定，恢复意识，待等定静剂脱离，才通确认少年所发生车祸。一方面呈现基层球队欠缺资源，无法度请专业司机；一方面嘛引发社会关心，若无补助，敢若因规定要改善球队现况，恐惊有难度。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伫云林的启东这个所在呢，有一个捡废铁的70多岁阿公，伊伫咧落水溪的布岸边去捡到2粒生鲜，而且还未爆炸的炸弹。后来伊的厝边所发现讲，这放炸弹的所在开始咧呛烟啊，所以军方甲警消人员赶紧来封锁现场。经过要3点钟的时间，才总算甲炸弹提早去甲毁掉。
伫歹天啊回收的所在，内底哪像有微薄弹，烟一直冲出来。附近有民众烦恼安全问题，17下晡赶紧报案。不过，长久以来咧捡回收的这个70多岁姓洪的查甫人，哪像不满，佫把迄粒微薄弹摕出来，带来摔伫涂骹。警方、军方甲消防人员随赶去现场救防疏散。甲洞空剩得伊一空仔架咧粉染，清掉吼，迄个拢袂出来啊，即马吼。你看，咱人都咧挡袂掉，伊甚至药啊再挡得掉，会佫种啊。早期个毋知几十年前个啊，人溪底人即摆田拢一直耕一直做啊，即摆开垦了的时阵，去拗掉你了，拗掉就个摕来田里面边去看你，就个伊咧回收的，叫到转来。这个姓洪的查甫人住伫咧婚林市堂，伊讲顶一日伊伫咧落水溪报花边啊。看到2粒新鲜的歹铁啊，就甲捡倒来回收。警方接到民众通报，随封锁现场。军方微薄弹处理小组随去现场处理。17下晡4点半，军方将2粒微薄弹用特殊的毯仔包起来，炸登去销毁。警方提醒：若发现疑似未爆弹或可疑物品，请立即通报警方或消防单位，切勿自行搬动，以确保安全。在地人讲，落水溪烟花有国军炮阵地射击演练。真侪民众拢会去遐，捡这炮弹的残骸摕去卖，赚寡所费。即个发现的微薄弹，那像是早期成功部队所使用的753山炮。不过因为外口市拢已经生鲜，是倒一种炮弹也需要军方进一步确认。警方呼吁，若发现那像是微薄弹的物件，应该随通报，唔通家己搬叮当，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的部分，咱要先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拜一要去白宫来见美国的总统 Trump。这回在欧洲真侪国的领袖也到场来参加。另外呢，这 Trump 的罗西亚特使魏科夫，伊是证实讲，这美国有可能会对乌克兰来提供安全的保障。这嘛代表，这 Trump 伫俄乌战争的立场有可能出现大转变。昨月阿拉斯加米罗峰会闹了真侪细节，等待各方参详。就伫德国总理梅尔茨等欧洲领袖对外公布川普可能提供乌克兰安全保障的消息了后，川普政府的重要特使魏科夫也讲话啊。It mean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potentially prepared to be able to give Article 5 security guarantees, but not from NATO, directl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That is big. I mean, really big. 所谓安全保障，敢是代表美国会为此派遣军队去乌克兰？魏科夫表示，这正是拜以川普甲泽伦斯基会面了后要讨论的焦点之一。Now it's for us to drill down on the granular details of exactly what the Ukrainians need to give them a sense of security in the future, and by the way, what the Europeans need as well. 另外，普京对于停止俄乌战争提出的6大条件，其中上重要的欧东领土交换问题，纽约时报17报道，川普向欧洲领袖表示，伊认为乌克兰也同意让出欧东部分领土，这场和平谈判就会当成功。也毋过泽伦斯基虽然俄罗斯感谢美国，表示提供乌克兰安全保障是历史性的决定，也佫一摆否认会挂地也是领土交换。Russia is still unsuccessful in Donetsk region. Putin has been unable to take it for 12 year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Ukraine makes it impossible to give up territory or trade land. 泽伦斯基表示，应该以目前的战争前线作为谈判基础，而且爱先停火才谈判。也毋过，基辅独立报报道，俄国17又原向哈尔科夫苏梅甲奥德萨等城市发射飞弹。美东时间18，泽伦斯基会去北京会见川普，也毋过欧洲英德法意芬兰领袖甲欧盟北约的领袖也临时决定随同出席。安尼欧洲领袖大电视拜访北京，过去毋捌看，一来是展现欧洲对乌克兰支持，二来也避免佫发生2月时泽伦斯基伫北京的介绍场面。也毋过根据CNN报道，川普佫伫社群媒体表示，除非泽伦斯基放弃克里米亚，佫答应永远无加入北约，战争才有可能结束。公司新闻安鲁梅编译。另外来看，这巴基斯坦这几日来是咧做大水，全国呢上无有344个人死亡，也有200多人是失踪去。西北部这普什图省呢是宣布紧急状态，也毋过呢因为即马这雨又搁继续咧落，所以救援的工作是受到真大的阻碍。官方统计讲，即马是有10个至12个这个钟头雨土石流甲引起。
当水甲涂石流混合了后，满土开落个糜啊，居民赶紧清除。附近真侪厝拢损毁，互人看甲心惊惊。巴基斯坦拄着突发性大水，伫西北部的开伯尔、普斯图县甲巴孔克什米尔地区，已经造成300多人死亡。सुबह बहुत तेज बारिश था जैसा क़यामत आने वाले इतनी तेज और आगे गांव में भीषण आई उसमें पानी है बहुत ज़्यादा लोग भी बहुत गर्द में जो है लोग तकरीबन 300-400 पहुँच हुए और हमारा जो इलाका ये पूरा साइड है ये ज़मीन है。当局统计有10-90个船啊，和土石流引起，因为道路严重受损，救援行动困难重重。当地官员透露，受灾上严重的布内尔地区，至少200人失踪，而且数字恐惊会更提悬。तमाम अजला में जहाँ पर जानी नुकसान ज़्यादा हुआ है और लोग अपने घरों से डिस्प्लेस हो गए हैं वहाँ पर फौरी तौर पर रिलीफ पैकेज पहुँचाया जाएगा जिसमें राशन अद्वियात और टेंट का सामान या अगर आर्जी तौर पर हमें कहीं पे कैंप लगाने पड़े तो वहाँ पर उसका बंदोबस्त भी किया जाएगा। 每年6月9月，季风落雨，差不多占南亚地区年降雨量3/4。虽然山崩甲大水常常碰到，不过科学家表示，气候变迁和极端落雨更较侪。今年7月，澎湖造成的落雨量都比去年同期悬出73%，死亡人数也超过顶一个季风节总和。天主教总量14世都伫祈祷仪式为受灾民众祈福。Vicino alle popolazioni del Pakistan, dell'India e del Nepal colpite da violente alluvioni. Prego per le vittime e i loro familiari. 更较还是落雨按算会继续到1日，而且按算伫9月初进前，还有2到3波的季风，恐起带来更较侪雨水，阻碍灾区救援工作。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来看国内这歇热期间呢，真侪人拢爱去耍水。伫垦丁的国家公园管理处是强调讲，目前呢是敢若开放着南湾、白沙还有后壁湖等等4个所在，互人耍这个水上活动。那准有业者违法，安尼连带参加的游客也着做回来罚。这消息一个出来是引起民众的质疑甲讨论。另外呢，这垦管处伊是强调讲，其实现场已经有采这个公告来提醒，所以业者嘅民众拢爱特别注意。屏东垦丁是真侪旅客歇热爱去佚佗的所在，尤其是南湾的水上活动，逐年拢吸引袂少人。毋过，昨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伫面册答文，表示水上活动只有开放南湾、白沙、后壁湖、甲船旁侧，无开放小湾海边。根据规定，伫7、8月有开发小湾经营水上乌托邦的业者，嘛提醒游客，耍无合法的活动会开罚。应该是由业者去跟政府去讨论这个法规的问题，在官网上跟民众再讲清楚。我们游客可能也是说，难得去就玩，就是不会想说，我玩了还要被罚。那如果没有明确写的话，可能我们也不会知道。垦丁的人数上多，有时袂当伫小湾耍水上活动，我想无，我就到处玩，你无咧才玩啊。不过大文一出来，就引起袂少争议。真侪网友表示，业者违法经营，煞来对游客开罚，游客怎会知影倒位会使营业，倒位袂使？不过垦管处表示，因伫小湾有徛告示牌啊，明确告知民众甲业者，按照法规，对108年开始，小湾就禁止进行有动力的水上活动，希望大家爱注意，避免受罚。小湾沙滩及海域因腹地狭小，无法区分动力及非动力之戏水活动，有鉴于不同游憩活动之间的彼此干扰，因此自108年起公告限制。目前针对于水上摩托车违法营业的情况，只是针对于营业行为去做处罚。另外，有民众伫垦管处的网站发现有小湾的旅游小盖，刷写着会使耍水上乌托邦、金蕉船，造成旅客矛盾的部分，垦管处嘛伫今仔日甲内容修正，希望民众以业者会使注意。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台湾消保协会有来稽查全国30件枸杞，结果所发现讲，这全部拢有验着重金属，包括着铬甲盐，这全连家乐福等等的卖场拢有去钓着。消保协会是来呼吁政府应该爱制定专门的检验标准。即马流行养生，枸杞常常被用来做食材、泡茶，或者是直接食。不过，根据台湾消保会抽样全台30件枸杞，全部检出重金属残留，主要有镉、盐，就连有机产品也拢有。听到安尼过，
心肝都感觉毛毛的呢。我这老人食就唔知要紧无。哇，安尼叫我后盖阮啊，搁敢买？哇，落，啊这着爱有关单位着爱了啊，搁了啊较重视的啦。消保会质疑除了照中药材规范卖枸杞，目前市面上卖枸杞检验标准上先过做基准，啊，不过台湾敢若部分种枸杞后，市面上枸杞拢是经过看守，也就是用打鼓的方式来卖，而且全部拢是进口中国上市。在种加工过程中，可能受污染或者重金属，呼吁政府应该制定更加合理的标准。教授还有产品上面至少要设置警语，好，那类似说要提醒消费者每日的摄取量，好，那在修法或是检验还没有完备之前，我们希望政府跟店家至少能够做到这2样事情。人体无法度真菌代谢镉甲盐，长期食过量，危害健康风险也增加。能够提供这些所谓的检验标准的这些的中药行，或者是到中医诊所里面有中医师开出来的这些所谓的科学中药，那这些就没有所谓的累积残留的问题。消保会也建议参考国际食品安全标准来推算，大人每日食量唔通超过20公克，有新的护理人、囡仔甲油脂功能不全的人免超过10公克，避免长期过量来食。记者综合报道。彰化一个70多岁阿公伫公园咧散步的时阵咧，煞互一只狗仔甲攻击。这机关斗救人嘛好加着伤，所以这只狗仔主人可能会互人罚到15000块。民众身躯顶有真侪所在着伤，坐伫涂骹无法度徛开，边仔就是中法院的议员洪庭明，以后受伤脚头虎有明显的空喙，因拢互送病院，加在是无真严重。因那这2人拢是互这只歹性情的狗仔加着伤。没事。有。狗仔红关伫笼仔内，外口搁挂白野警告。代志发生伫15下晡，彰化二林一个公园，苏当时71岁姓李阿公当咧散步，这只加纳利5犬伫遮醒过来攻击，甲人缀伫涂骹架。苏当时关议员洪庭明就伫附近，随便去甲伊赶，也互伊加着伤。警官看。我咧爱，我做我若无伊变哪？我们一个大男生这么口有大男生来讲，不会去考虑这件事情。第一个是先考虑现场的一个民众的一个状况，对。结果他更凶，对，他更凶，他可能他的狗的天性吧。主人已经回失礼，也愿意承担医药费。迄天是厝内底的人饲完狗仔，无甲笼仔关了好势，地输狗仔走去，伊也答应会加强管理。我们会跟失主进行相关的宣导部分，请失主要尽到失主责任，然后对犬只要进行自我控管监管部分，避免说犬只要去侵害到别人的生命财产的部分。彰化县董洪所表示，加纳利5犬虽然属于公告真歹的狗仔，不过咪是亲像5犬同款是禁止饲的狗仔，也需要去调查主人咧饲甲管理敢有问题，若准违反动保法，相关会当罚15000。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这风台已经走过6天去啊，也毋过呢，台东市丰乐工业区昨暗煞熊来淹水，有20多间工厂受到损害。经过调查，才总算知影讲，原来是这附近的大排咧施工，水门甲封起来，也毋过水利署毋知影，佮甲放水，才会造成即届淹水的事件。这间饮料食品成都厂区10月透早头家开门，发现涂骹拢是土水。员工上班只好先暂停出货，无用摒扫，不少饮料食品拢浸水。头家讲损失不少。也是看到这些损害。淹水的所在是伫台东市丰乐工业区，附近差不多也有20多间工厂也受灾。透过监视器画面，17暗时就落到大水淹入工业区的画面。有业者讲，迄时阵大水急搁紧，根本袂赴防备。后来追查，原来是台东县政府伫附近的下口路大排施工，排水口塌起来，结果17下晡，农水署台东管理处伫水头放水，施工厂商未负疏导。奇怪，当然台风天不淹，现在在淹水这样。我们有把相关的水导到侧沟去，那由于上游的灌溉水无预警的有大量的水下来，所以才导致了溢流出了道路侧沟，而造成这次的淹水事件。
好佳在后来紧急关水门，淹水的灾情才得到控制，暗过造成工业区工厂损失。关府讲会要求施工厂商来负责，也要求厂商加强甲农水署台东管理处协调放水的时间，避免佫发生淹水的事件。记者综合报道。民众来关心最近的天气，这气象署表示讲呢，这礼拜这天气大部分拢是好天，也毋过对2日开始，这南部甲中部都要开始注意雷公雨啊。也若目前伫琉球南边受一粒热带式的低气压，上紧下暗就会成做是轻度风台。也毋过气象署是有计讲，这对台湾影响其实无啥大。最近天气拢真稳定，民众就要注意高温。毋过气象署嘛指出，南平分夏因为雪往北部来，所以水汽增加。南部地区和中部山区就要注意过昼后的雷公雨。气象署表示，对2日开始，全台湾拢要注意过昼后的雷公雨。南部地区、中部山区可能有局部短延时的豪雨哦。那到了21号之后呢，各地都是属于比较晴朗稳定。在西半部地区、东半部的山区，则是要留意会有午后雷阵雨发展。那到了23号、24号呢，偏东南风的影响。气象署嘛指出，10月伫琉球南边有一粒热带低气压，上紧会伫10月暗时变成轻度风台。但是根据气象署的预报，对台湾来讲影响无大。另外，阁有2个热带风错，气象署预告会变成风台的几率无悬，会继续观察。在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呢，在琉球南方的这一个热带云簇是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哦，它未来也会随着整个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导引气流了往偏北的方向移动，也预估可能最快今天晚上就有机会变成轻度台风哦。气象署提醒民众，这礼拜的天气要特别注意高温甲雷公雨。西半部甲宜兰花莲上悬会有35度，台北甲西半部山区高温会有36度，台东是32度。出门要会记得加啉水含炸雨伞。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英国这中华八卦山呢，是因为土质的黏性真好，所以真适合来做庄仔。伫这山脚附近呢，敢若一个庄头内底都有28间的这个庄仔窑。也毋过后来是因为这建筑工法改变，所以烧庄仔的产业煞豆豆啊稀微去。这阵啊是有在地老庄仔窑来变转型，开放参观，嘛互民众有体验的课程。互民众望八卦山特有的红土，这个土因为黏性好，真适合做庄仔，所以早前八卦山脚附近的花坛乡烧庄仔的产业真兴，在地都已经超过1家子的庄仔窑，举办体验课程，了解庄仔的做法甲发展历史。知影讲庄仔用较侪，就无共款的方式，啊，佮伊的卡起来的方式嘛拢无共。老师除了介绍一下有各种不同的窑，然后呢还带我们去参观了真正以前在运作的窑厂，非常特别。台湾伫日本时期引进现代建筑风格，致使庄仔的需求量增加。初期是使用木甲窑烧庄仔，后来发展出半自动化八卦窑，通风效率愈好，产量大。但是921地动了后，因为法规甲建筑工法的改变，烧庄仔产业开始稀微，庄仔窑一个一个互卡掉，敢若剩烟筒讲。要经一条窑嘛，做无简单的。啊，若讲要甲伊毁掉，其实迄个一工就好的代志啊。是大人嘛，做唔甘要讲啊，这个树啊安尼，若要甲伊放落掉。其实两种无差的，啊，所以阮就希望后一代、后2代、后3代，让人看到哦，原来庄仔窑是生做安尼。庄仔窑业者表示，一间红庄仔厝会当看出人为农村过渡到现代生活过程，嘛是台湾人的生活基地。即阵因甲庄仔窑转型成做体验的场地，透过导览、贴庄仔等等的课程，带大家熟悉做庄仔的这项功夫。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来关心又搁发生校园安全的问题啊！这是台中路中呢有一个姓刘的老师，因为对学生讲一寡543的垃圾话，互学生甲检举通报性平案调查成立。也毋过新的学期，这学生所发现讲，伊竟然搁转去做导师，这代志爆出来了后，学校是赶紧来宣布调整名单。
学生照常来学校参加暑期辅导上课，不过网络顶头的讨论区已经变变叫。台中女中一个做客主任的姓刘的老师，进前伫上课时讲色情话，学校收到学生的检举，通报性平专案来处理。不过新学期这个姓刘的老师却接任故意的导师，引起学生议论。学校虽然说已经是调查完毕，但是还是让他回来教的话，而且又让就是不知情的高一学妹当班导的话，感觉不太恰当。好像有用其他的理由，就说什么学姐他们受不了他的上课高压方式嘛之类的，然后去掩盖他那个的事情。台中女中伫去年5月毕业旅营，有旅营社领队对学生做维护性骚扰，业者最后处分下失礼。结果，今年113学年度顶学期发生刘老师上课时对学生做言语性骚扰的案件。学校今年3月召开性平会调查，6月确认性骚扰成立，记小过一支调离行政职务。即马新学期安排一组导师，风波再度滚价。学校伫10月宣布讲会调整导师的名单。那导师的这个部分是我们学校本来就有自己校内的导师轮值办法，这个是校内本来一直就都有运行的机制，所以我们只是依照顺序就是排上去。那当然我知道这样子的安排就是大家还是会有一些疑虑，所以我们就进行了调整。他们应该要针对这个老师所有上过课的学生做一次普查，因为台中女中过去也有发生过性猥亵案，他们应该很知道普查的重要性。台中市教育局并无对外回应，人本基金会认为学生会伫网络出声，真明显就是对学校处理刘老师的性平案件不满，建议学校应该对迄班的学生说明，莫针对这个老师不家己学生做普查，再当互家长和学生安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这幼儿囡仔的安全，这是立法院卫权委员会是来审查儿童托育服务法的这个草案。其中行政院版本呢是有讲到讲会全面来推动监管权，也就是要甲这托育的画面团起伫线顶。教保团体是真积极讲，这款做法有可能来侵犯到儿权甲乐权。也毋过有被害者的这个家长是表示讲，资料团起伫线顶，安尼才通来确保证据。支持监管云纳入儿托法。被害家长团体代表婷婷妈妈和几名新北市议员做伙，伫18早起召开记者会。因为2002年4月的时阵，伊只9个月大的查某囝婷婷，那像伫私立托育中心，互托育员用棉被挟持，加载有监视器的画面，司法的经过才会当分明。所以，伊联合托育中心第4案受害家属တင်情，呼吁政府甲监管权列入儿童托育服务法。如果政府立委或者是业者没有让监管与纳入儿托法，那请你们拿出解决的办法。如何让托婴中心不再出现监视器被人为的毁损、灭失等等的情况，导致重要的物证被破坏。为了建构0岁到2岁完善的托育环境，行政院今年5月通过儿童托育服务法草案，其中第30条规定，托育机构要安设监视器。影像资料嘛爱伫云端有备份，来防止破坏疑点、画面无去这状况，确保伫要紧的时阵会当看到真相。毋过教保团体讲，若无配套，囡仔阮事可能会露馅，嘛侵犯着教保员的路权。站在孩子的立场上，他并不知道他的影像要被上传。我认为这个在儿童公约里面，它其实是违反很大的一个儿权的方向。那对于员工来说的话，那是劳权的侵犯。儿童安全、儿童的最佳利益，我想才是我们最佳要来考虑的一个部分。那至于我想相关的一个结果，我们都乐意来听取社会各界的一个指教。立法院维权委员会第10月审查儿童托育服务法草案，包括行政院的版本、甲调解各委员的版本，拢总有29个版本。若到中昼为止，草案还阁来随调审查。记者综合报道。卫生部是来公布，这美国、日本2间加热烟的厂商呢，拢总有14项产品是有条件来通过审查。即马这消息才一个出来，还未正式来上市。民间团体就发现讲，有业者已经开始伫网络平台咧卖这个加味加加热烟的产品。民团是呼吁政府呢，应该依法来禁止这烟商伫网络拍广告。
顶日啦，卫福部公布有条件通过日本、美国2间厂商的咖喱粉产品，即马也未核准就市。台湾鸡粉联名指出，即马伫网络顶已经有业者开始伫网络顶做宣传，有厂商公开咧卖咖喱粉产品，这互家长、老师组成的鸡粉团体感觉真烦恼。学校里面的学务人员不断的反映，现在的这个新兴烟品已经造成校园安全的重大危机。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就没办法接受你这个时候你还要开放所谓的加味加热烟。有老师指出，讲伊学生只是伫咧面册顶找咖喱粉3个字，就随收到10多件的卖假信息，呼吁政府应该加关心网络的生态，做相关的稽查。我就在乐美的网站上面，我联系上一位加热烟的卖家。那在整个过程的当中，他立刻就提供我购买的链接，他完全没有确认我的年纪，他也没有跟我有多说，他还有特别强调，因为他们是货到付款，所以不会是诈骗的问题。如果业者没有履行，那我们会依法来处理哦。那最重也可以废止到他原来的核定哦。但是根据烟害防治法的规定，若是业者伫网络违规卖粉，相当通罚100万；另外，若是分商伫网络违规广告，相当是会当罚5000万。民团表示，为着后一代健康，呼吁政府爱照法禁止分商伫网络广告行销。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内政部是有个讲，这台湾人若准放弃台湾籍，安尼未来要来申请恢复身份的时阵，就要符合3种条件。对于咱的国防、国际形象，也是讲这社会安定的受大贡献，安尼才会使。刘委会是强调讲，其实这台湾籍是足珍贵的，即马就是要让这新早的标准会当愈来愈明。台湾人领中国护照，也是伫中国设置将会失去台湾身份。内政部有告修正，在台原有护照大陆地区人民申请恢复台湾地区人民身份许可办法。未来加防注销身份的人，一旦想要恢复台湾身份，都要符合3条件，包括对台湾国防安全、国际形象，也是社会安定有重大特殊贡献，对台湾整体利益有帮助，加徛伫领导考量。台湾籍非常珍贵，那如果你现在又要变回台湾人，那就一定要有可招公信的理由。我们现在就是把过去审查的标准加以明确化。防注销台湾身份的案例不少，像伫国际比赛亚国青旗的台军队选手李东宪，防查出有中国身份证，伫中国任教的台籍教师张立济，也是因为申领中国登记证，防注销台湾身份，迄当时张立济也被批评是防迫害。非法行政滥权给迫害，我坚决的要反抗这些绿色恐怖。在月6日之期，修正草案恐惊有违反宪法保障签刷自由的精神，因为即马恢复台湾身份属于原籍许可例外核准，也毋过修正草案改为做原籍核准例外许可引起讨论。如果去大陆取得大陆的籍，你要回来台湾，原则上是不可以给。这一句话就危险。我爱迁徙去哪里，我爱去哪里就去哪里啊，这宪法保障的。如果要让申请入籍中国的人士能够恢复台湾籍，也必然都要在法规的制度之下来进行。内政部强调，修正草案是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相关主管机关订定的办法，无所谓危险也是扩大解释的问题。强调这个办法存在已经真久，进程也已经修正过2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即马伫8月23第2波罢免投票呢，已经剩无几天的时间啊。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佮有台中市长罗秀燕等人是做伙去到台中来造势反罢免。也那罢免团体嘛是拍拼咧宣讲，呼吁民众投同意票。票投不同意罢免。8月3罢免投票进行最后黄金就话，国民党党兵伫中台湾办大型造势，要伫听面对罢免的台中南会严庆兴、江启臣、颜宽恒。唔是因为讲伊有服务做了好啊歹，真简单，政党无共，立场无共，所以甲你罢免。8月23有真侪人认为讲过关啦，过关啦。即马上烦恼的，就是咱的出席率。坚强咱家己，肯要继续留伫立法院，继续来监督，叫伊一定要顾产业、顾民生。台中市长罗秀燕带领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手握拢有领导力，两人互动引起外界咧叫国民党主席的选举。罢免团体是甲民进党欢迎国政，斗阵到市场徛路口，希望争取更较侪支持。
后礼拜啦，就是咱投票的日子吼，拜托大家一定要出门，同意罢免。另外一边，在南投第二选区，国民党立委游好找副林县长张立善，跨县市合体也到市场来拜票。拜托大家啊，为了台湾，我们要罢免不适任的立委。民进党立委王岐川是去新竹县，助攻国民党立委林淑平罢团，罢免案进入最后阶段，挺罢反罢拼陆战，全力催票。记者综合报道。在8月23，除了罢免以外，嘛要来举办核三公投。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是去到新北市来催票，伊批评这赖总统化买变9000亿做职能的摊牌，这是有够无理路。也那这民党县长朱春美，伊是就讲，今年呢是恒春建成150周年，这核三公投唔是礼物，颠倒是咧糟蹋。跟我们所有新庄的乡亲好朋友，拜托大家，这个礼拜6就要投票了。各到新北市车扫，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拍拼催8日3，核三中期公投投票率，前一日搁较发射总统赖清德公开辩论，后定也回击应该先甲2018年反省的家己辩论后，黄国昌对民进党火力全开。当这么多的声音，当这么多的方向都告诉民进党政府，是时候放下非核家园这个意识形态的神主牌的时候，我们的赖清德政府选择的是躲起来，公开的邀请民主进步党的主席赖清德，我们一起面对国人同胞，要用说明会的形式，甚至要比照总统大选用辩论会的形式，我都愿意配合赖清德总统他的偏好。对赖总统单车2030年以前被变9000亿预算做政令摊牌，黄国昌表示，创案的能源政策之下，保障台湾主力是火力发电，批评政府逻辑错乱。也毋过，屏东县长周春美伫社群平台发文指出，今年是恒春建成150周年，选下来核三中期公投，毋是礼物，是创治，更加是糟蹋。核三厂在历史40年来，它发生过非常多的事故，多次的辐射外泄，多次的起火。那我们认为核三厂事实上它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核电厂。有8个法律团体，215位法律人士也联署反对核三中期公投，认为无解决核废料处理，甲核三厂下面有短暂大问题，进前无应该部建中期核三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另外，这政府讲要普发现金1万块，即马诈骗的随对咧出现啊。有邮局的人员就发现讲去开户这老大人，哪像有变较济，惊有歹心人会利用这个普发现金去拐人来开户做人头。也那中华邮政是表示讲，即马是有加强审查的机制。对政府宣布普发现金一般确定实施了后，各种诈骗手法也开始出现。先受普发现金感信，诱骗民众点连结，诈骗集团甚至用中央存款保险公司名义，讲会使申请全民普发现金1万块，爱民众输入信用卡资讯。正听讲有邮局的柜台人员发现开户时段变较多，要准备领普发1万块。中华邮政是讲开户的户数并无明显增加。我建议提领比较安全。对，也比较放心。就不理他，那大部分也是诈骗的。就惊拄到诈骗集团，真侪时段大部分讲袂找人代领，又邮局甲其他金融机构比开户较简单。不过也互诈骗集团上钓，利用人头户转销也是洗钱。对审计部报告来看，邮局存款口座新开户一年内底转做警示口座，对2002年的602件，当年增加到去年的1456件。其中第转列警示口座进程，邮局已经甲口座设定诚侪管制，也是无正常交易口座。对2002年到去年，每年的比例拢超过一半，显示有将近4成到5成的无正常口座，无妨提早来看出来。一旦你的这个户头交给这个诈骗集团之后，诈骗集团就用你这个户头来做洗钱，所以有些人会不小心你的这个账户变成这个冻结的账户。如果说有人要请你去申办一个人头户，并且把你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户头啊，然后申办的一些证件、证明的文件等等都交给他的时候，这时候一定要小心，那基本上都是诈骗。就惊不少人士看到这普发现金正式开户，中华邮政局已经加强开户审查机制。另外，经由甲35间金融同业组成应该实诈联名，打造邮政 AI 防诈模型，分析客户交易资讯，提升防诈机制有效性加准确性。记者综合报道。
环境部甲教育部合作，对8月18，也就是今仔日开始，要伫高中的课程来增加新气候政策的内容。另外，这联合国是针对着塑胶公约来开会，有要200个国家去参加，咱台湾嘛派访问团去甲关注。也毋过经过10天的谈判，这场会议也是无共识。 全球受气候变迁影响，有破纪录的高温，嘛有落大雨做大水等等。气候变迁是现代人爱共同面对的问题。为着要互学生了解气候的重要性，自8月10日开始，和教育部合作，要伫高中生原本的课程内底加入新气候政策的内容。有学生表示，家己住咧东部，对气候的变化真有感觉，希望透过年底参加 COP30，为台湾2050年的净零目标打拼，嘛透过讨论来国际交流。 所以，其实我也很想要去学习，就是他们在面对到这样子的气候变化，还有可能冲击，那他们有什么样的调试的方式？我们下半年规划去录制线上课程，目前暂定名称是与2050近世代的对话。我们希望透过线上平台便于学生观看，而且用线上测验的方式，及格者我们就发给证书哦，那可以纳入学习历程档案。 另外，自8月初5开始，联合国伫咧日内瓦办会议讨论塑胶公约，希望替全球的塑胶污染制定约束条文。咱的环境部部长表示，未来海内面的塑胶恐惊会比鱼仔较济，所以台湾针对减塑提出6个方法，包括鼓励使用再生的材料。 延长物件使用的期限等等。气候变迁也包含了减碳、减塑、资源循环，这个都是整个环节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还是以这个气候变迁为主要的核心。但是联合国塑胶公约经过10天的谈判，要我200个国家参与，不过因为伫咧塑胶减散的条文争议真多，最后是无达成共识。 咱环境部表示，无论结果安怎，台湾减塑的决心未受到影响。记者陈心彤、谢桂玲台北报道。今日下晡晡的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9度到35度。 中部地区是29度到35度，南部地区29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25度到32度，外岛地区27度到31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 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